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办心来敬拜，请奏乐。
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班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追声恶乐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恶乐上帝至权主宰。请咱来吟全首。使徒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面来受苦，定是第四埋葬落地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坐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用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0篇，伫圣诗的后面。第1053页，显着的是我来刻，恁来印。我抬头看山，帮赞对倒位来。我要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跌倒。你的保护者袂对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对面，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掩护，来保守你。
日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的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门。这是咱的祈祷。天父，愿感谢你，伫你保守看顾下面，愿有缘得到平安。咱今仔日是主所信属的安息日，互阮有份来到伫你的宝座前，三甲来敬拜你。虽然疫情病毒搁一摆来威胁着阮，总是阮相信主你的确也早保护，互阮每一个人拢通安然经过。因为阮知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永远看顾保守阮，互你的正义路拢得到平安。阮也相信你的确顺利圣手来扶持阮。阮也要谦卑顺服伫你面前，阮也要彼此相听，活出基督的好香味。愿主祝福甲带领你忠心仆人罗仁贵牧师，伊今仔日的信息分享，为的好甲来坚固阮的心智，互阮佫会当较来轻调上帝你的应允。阮也相信每一个应允拢是上帝你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的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本主日为加利利宣告中心主日，中心总院长罗仁贵牧师前来本会请安甲报告，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2点，本会定伫2月初1，就是星期二上午9点要举行2022年新春清社礼拜，敬请各省外队学生、社青牧区来献诗，欢迎兄姐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今年因为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咱今年就无要来举行茶点的联谊。第3点，小会公告。第1小点，本会定伫2月20日上午9点举行2022年定期好会，会后有提供请示也未到施工的报告的单位，请恁尽量较紧的将恁的资料交予办公室报名，以便编印好会手册。第2小点，本会定伫2月20日下晡5点举行受访者免礼餐会，地点伫林凤宫餐厅，地址伫个博爱2路99號。敬请各单位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来报名，以便餐会到声会有备。第4点，春节假期第1小点，2月初2拜三下晡8点就是拜三祈祷会咱暂停一摆。新年初2敬请兄姐恁留意。第2小点，对1月31日到2月初4，就是拜5，是农历新春的年假。除了2月初1拜2新春清社礼拜以外，本会办公室拢无上班，敬请恁兄姐来留意配合。第5下周主日2月初6。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要召开小会，敬请小会员准时参加。第6点，2月份定期中职会延期到2月13日下晡3点半召开，地点伫咱2楼的主堂，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单位首长甲同工会席。第7点，由昌教会70周年创作歌曲甲logo，伫1月31日已经要来截止来投票，敬请还未投票到线顶也，敬请还未投票的到线顶也是办公室来进行投票。咱做伙来选出咱所喜意的作品。作品要伫个2月20日当周的周报要来公布得奖的作品的名单。补充报告，咱高雄市长有精送春联，要予咱的教会有需要的人，咱会当去到柜台来索取，就是这张就是这张。具体消息，爱林社区关怀据点2月初1
拜二拄好是春节期间活动要暂停一摆，敬请学员留意参加。第二，合作社第一小点，1月29日星期六到2月初5，伫春节过年的期间暂停服务。第二小点，助学贷款专案，绿利连续0%即日起到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额度满就停止受理申请。欢迎就托本国政府立案的公司学员有意愿的贷款咱来到合作社来洽询办理。第三小点，还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请恁带恁的存款簿佮印往合作社来领取。到届社是咱请陈牧师。好，咱高中辅导事工部办祈祷训练会2月12上午9点到下晡1点，伫咱油厂的敬拜中心，费用100块，但是拢有补助。欢迎咱的姊妹踊跃报名伫2月初6进前若辅导生我哋甲队长报名，其他甲小组长报名咱有报名参加高中华教补班的读经运动手操约书亚记的兄弟，正月16会期正月16，今日已经咱若顶个有参加正月16，会当去办公室找咱的干事来领迄个稿纸若第2阶段要搁报名，会当到2月13以前第三，高雄中华少年部有举办南区的上年伫花东春季的3天的旅游费用6000块咱的圣歌队员上年圣歌队员有补助1000咱伫2月13以前，甲咱的康信乐长老来报名，佮缴费以上。请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语，记载伫个创世纪22章14节，白话语第21页，台语第20页，和合本第23页。14节，亚伯拉罕的名，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以勒。到今仔日，人还在讲，伫耶和华的山要有避难。搁有一节是记载伫个撒母耳记上7章12节。12节，撒母耳用一块石挖伫米斯巴甲线的中间，叫伊的名以便以谢。讲到即点，耶和华帮赞咱。搁有一节是记载伫个马太福音1章23节。23节讲，你看，在昔日要怀孕生囝，人要叫伊名叫做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并尊叹伊话的人。学了，咱要请上联圣歌队。
咱要请罗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信息是牵调上帝的应允，牵调上帝的应允。也谢大家平安。平安。今日是小年夜，先祝大家新年恭喜。感谢主，咱伫即个旧历年，咱虽然有疫情，搁天气也寒冷，咱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欢喜艰苦，你的隔壁讲感谢主，咱就要感谢主，凡事感谢，这是上帝伫咱基督耶稣内面甲咱定定的旨意，咱今日真欢迎嘉义里宣教中心，咱也真侪人拢捌去嘉义里宣教中心，前的总院长是陈坤生牧师，伊已经退休，即马新的总院长是罗仁贵牧师，罗牧师是甲我新人医同学，做我若捌困斗阵，就是讲迄个动琴声两冬久，感谢主，伊伫牧会上，上帝带领伊，无论伫寿山中会、台中中会、台北中会，上帝因为伊看到较初甲会坎的，拢互伊起礼拜堂，所以上帝互伊做真侪美好的工，伊最后这天会当伫嘉义里宣教中心来带领，是真感谢上帝今日是中心的主日，所以就全程来咱教会，甲大家请安报告，望兄弟会当踊跃来关心嘉义里宣教中心，为因祈祷，为因奉献。咱拍鼓欢迎罗仁贵牧师。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搁伫过年未到，大家真无闲中间，嘛容允我来到伫遮，甲咱三甲来请安。但牧师是我真除了耶稣以外，是我最好的朋友安尼。所以阮常常，阮两个做伙去东吴大学是大做伙安尼我看见伊真有才华啦特别伊的毛笔字写字特别水安尼所以以后应该来出版才对真感谢。所以新人伊遐毕业证书啦，拢伊咧写的。若伫迄个行业中间，若有啥物人结婚啥物行业拢会送一本大本的圣经，也是送什物礼物，拢伊咧写的这上好的助手伫新人伊的中间阮真好的同工啦好我今仔日要甲咱三甲来分享是牵调上帝的应允内地会的创办者叫做戴德生伫伊咧办公室的中间有搭一副的门帘啦就是咱影面伫看即个迄个门帘的顶悬有写三个，这是三个上帝的应允迄个环的所在，上顶悬环的所在就写以马内利正边就写耶和华以勒倒边就写以便以谢尼。伊将这三个上帝的应允当作是安那，伊伫侍奉传道的一个目标啦。所以今仔日我也要用这三个上帝的应允来甲咱三甲分享上帝的话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伫创世纪已经真明确甲咱做一个说明就是上帝要备办的意思。这是出自亚伯拉罕伊的信仰体验所以当亚伯拉罕伫伊年老100岁的时阵伊将上帝爱将伊所生的唯一的这个宝贝囝以撒来献给上帝时，你想，这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足大信心的挑战，是一个足无容易到年老咧，才拥有的一个后生你甲捏，甲饲甲已经成人青年人真勇壮上帝竟然伫这个囡仔遐尼勇壮的时甲伊讲来献给我，
佫毋是要献活祭呢，是要献烧祭呢。啥物叫做活祭？就是讲你活我的时阵你全时间献互上帝啦，互上帝通用啦。啥物叫做死祭？就是烧祭，就是将人甲杀好死，甲囥伫咧祭坛顶间，然后用火甲伊烧掉，用即款的方式来献互上帝。即嘛是当时遐民间宗教普遍伫祭因的神一款的方式啦。总是咱看见亚伯拉罕，伊虽然毋甘艰苦修，总是知影讲即项代志是出自上帝的意思，所以伊就顺服。当伊顺服上帝的意思的时，就去经验着上帝为着伊备办的恩典。所以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要亚刀，真正亚刀起来要杀死伊的囝来献互上帝的时阵上帝透过天使来阻止伊讲，毋通伫即个囡仔的身上来动骹手，因为照着你即个动作，互我知你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你去掠一只拄去安尼徛伫迄个树中的即个羊杠来代替你的囝来献互上帝。所以伫迄个所在，伫遐亚伯拉罕经验到上帝备办的恩典。后来亚伯拉罕就将迄个所在改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这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上帝要备办的意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咱服侍顶面，只要咱愿意顺服上帝，咱会不断去经历着上帝为着咱备办的这个恩典。就亲像伫去年啦，按5月中开始疫情安尼升级到第3级敢若政府就一个公文落来，内政部区公所拢发文落来，讲家里停止其他活动，所有的团体拢都袂使入来，包括个人嘛袂使。所以阮按5月中开始到10月，这段时间拢无人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整理园区啦。无人，就阮拢无啥物款的收入呢。你知影伫家里真正是靠信心咧生活，所以无收入就爱搁开销阮拢总啦，我甲算算，阮咧内外啦外口咧清扫，咧整理园区的，咧整理房间的，咧煮饭的，甲内面这行政员斗内阮拢有20个。阮上基本的伫遐做行政的遐行政同工阮一个月阮我伫迄个偏乡的所在，阮一个月嘛拢差不多3万互因好啦，阮逐个拢平均拢3万就好啦。阮20个，我一个月至少人事费用，阮都要60万啦。搁遐水电费、啥物费，搁修身者所以我有当时一个签就几百万出去几百万出去，无收入，阮就爱搁付出者所以有一个月，阮的出入就甲我讲总院长无钱人发薪水我讲敢无爱讲，差不多会当一半，发了一半。我讲那安尼好，伫外口伫清扫的伫遐伫整理园区者咱一定要发薪水互因为因真正袂使无一个月无领薪水因为家庭拢咧靠因伫工作所以才生活。伫即个内面收牧师职的拢难请法的，甲欠的拢难请法。我只有甲安尼甲伊讲就无，都阮拢是月底发薪水，忽然间上尾工忽然间就一个人阵拨100万哇！入来伫我的口座内面，我无收到，太雄有人拨100万怎啊入来？我讲安尼拢总发，先拢总发，后个月才搁拍算安尼。所以，阮拢是安尼咧靠信心咧渡过难关啦。阮感谢上帝，虽然安尼足难关歹过毋过
上帝拢就是安尼还安尼渡过这难关第二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同在的一个意思。我会记得我伫台北中会伫遐牧会，大场町教会牧会时，我嘛做台北中会的议长。在做议长的时阵期间在一个新庄教会一个兄弟，要选台北县议员向是台北，毋是新北市，是台北县要请县议员。伊的总部竞选总部要成立的时就甲我讲，罗议长你毋着来甲阮致辞一下甲阮讲几句话咧甲阮祝福一下安尼我讲好白白是咱教会的兄弟嘛。我想讲我空手去嘛无啥意思，所以我就家己去刻一块足大地匾咧，茶刻的咧迄一块匾5000块咧，折一个匾顶悬就甲伊刻讲以马内利啦，搁来刻个叫送去某地点安尼我会记迄天去人都送到迄个书会啦，迄书会毋是教会人我接着这个匾咧讲是罗议长送的咧就足欢喜共点讲这罗议长送这个匾做有意思呢？我咧想讲，你敢教会人无？你哪知影有啥物意思安尼伊毋是教会人我这个袂歹伊讲这个匾写以马内利真有意思意思伊甲我解说讲迄个意思就是讲伫马英九的任内大家拢会当得到利益啦。你讲对毋对我大家讲对我头一遍听讲以马内利的解说是安尼咧，我看看讲了有成咧以马内利向时马英九咧做总统讲伫马英九的任内，大家拢当得到利益我看看这个了有意思咧大概煞接伊就讲来，煞下面咱请罗议长来甲阮讲几祝福的话。我讲其实较多迄个匾的意思毋是安尼啦这有意思的呢是毋是我黑白解说迄圣经有安尼做注解啦。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我毋茫期待讲上帝来甲咱议员会当三甲地地互伊当选嘛互伊为咱活出迄个主的性命来为主做见证嘛上帝甲伊三甲地若有上帝甲咱三甲就通造福咱这选民嘛，对毋对？我逐个安尼对啦好佳哉我不是做选民，无逐个认为讲以马内利就是伫马英九的任内，逐个拢通得到利益咱看摩西受呼召去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的时，伊嘛感受到我亏得足无啦所以伊在咧提示甲上帝讲：我是啥物人你竟然选我就笨口笨舌的人，袂使晓讲话的人我嘛无领导能力你哪会选我但是上帝甲摩西安尼讲你去就是我要甲你三甲地地，这是我找你去的一个凭据。所以你在惊啥？有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咱在惊啥？所以摩西就是靠着上帝应允讲要甲咱三甲地地，而且真勇敢出去呢。所以上帝就召着伊来，你甲看一路伫旷野行偌济新野，你敢知？敢摩西的咬是因为上帝的同在，才顺利将以色列百姓来带出埃及。到摩西过身了后，上帝佫找约书亚来接任摩西的工作，煞接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上帝所应允这个迦南地。你知影当约书亚迄老信大呢
老信徒啊呢，接到上帝这款的呼召的时，嘛惊呢，吼！但是上帝对安尼讲，约书啊，你唔免惊，你无得惊，无你论，无论你打落去，我拢要甲你三甲地的。哇！佫出现这句啊，应允上帝讲，我要甲你三甲地的。所以约书啊，就因为上帝的同在。伊才通真顺利将以色列百姓带进去上帝所应允的这个迦南地咧。所以认为，刚才咱伫侍奉的顶面，咱嘛拄着真侪无共款的挑战困难，甚至咱嘛感觉哇，我未堪这，我能力无够。只要你肯，只要你顺服，你咧惊啥物？有上帝的同在，只要咱抓牢上帝这个应允，咱的确会不断去经历到上帝恩典是教育咱用的。第三，以便以下，当以色列百姓出来去一路不断埋怨上帝，甚至埋怨伊的领导者摩西，因知影得罪上帝，因此才无法度得到上帝步步对因的祝福。所以当时的先知撒母耳哦，伊知影讲因得罪上帝，所以因一路行拢袂顺利啊。当因行到米斯巴的时阵，伊就召集这以色列百姓，后来咱做伙伫上帝面前，咱来举行一遍，咱讲悔改认罪的特会啦。当伊组织的时，煞引起迄个邻近的非利士人的误会啦，以为讲因组织是咧准备甲因相战就对啦，所以因此非利士人就开始出兵来攻打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伫无心理准备下面吼，去受到这强悍的迄个非利士人的攻击。当时的先知撒母耳知影讲，因一定毋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对手，所以就随时带大家做伙祈祷上帝，望会当得到上帝帮助。咱看这场的战争的结果，竟然以色列人当打败这个屈强好战的非利士人，所以战争的结束，撒母耳知影讲，这场的战争毋是我的功劳，毋是某人的功劳，是出自上帝的帮助。所以撒母耳就叫勇士好去搬一个足大条的石头，甲伊放伫迄个米斯巴甲先，就是因战赢敌人的所在。伫迄粒大粒石头顶悬就甲刻一句话，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讲，到今仔日啦，耶和华拢帮助咱。所以你若想讲到今仔日耶和华拢帮助咱，这有三个含义呢？第一个含义就是讲上帝帮助是固定性的啦，所以到如今。是包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嘛，所以上帝通过帮助因，过去帮助因，现在嘛帮助因，我相信将来上帝嘛安尼帮助因啦。所以上帝帮助毋是讲一遍都无啊咧。我以前有甲你帮助恁祖先你暂时你这代袂使阁讨后毋是安尼啊。到今仔意思是讲，只要恁愿意。我可以求救伊，咱就不断去经历到上帝的帮助的恩典。所以过去因上帝安那帮助因的祖先，现在嘛帮助因，将来嘛帮助因的子孙。第二，这个帮助咱的是耶和华。所以有时阵咱拄到什么代志咱就去拜托议员拜托什么人拜托什么人。有当时咱会去碰壁咧，实在啦，我真正是无能为力啦。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是一个凡事拢会的上帝，所以第一，无什么无可能的代志。你知影上帝帮咱有几方面呢？第一，伊会照着新约来帮助咱。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红海这个西岸的时啊，我头前无路呢，头前是海呢，后壁个埃及的队兵对因来讲啊，行到遮都死路一条。啊，这嘛上帝带领，因为伊照上帝的指示啊，日是用云条看云条来行，暗时用看火条来行，所以是上帝甲因带，竟然上帝甲伊带到一个死路，所以大家都不得遐埋怨啊。我不如搁倒转来埃及，虽然做人个受苦吼，我至少有一个所在啊吼。啊，你甲带到这旷野这个所在，我互我死担遮，我不如倒转来。大家搁埋怨，所以伫埋怨的中间，所以上帝就嘛知影家己的能力有限，啊嘛真无奈，带到这个所在是死路呢，总是伊就祈祷上帝。所以看见上帝借着新约来帮助因，互红海分做两边，中间成做一个大路，大地，互以色列百姓完全通过这个红海。安尼，因正是照着这个红海吼，因才真正才有法度通脱离埃及的掌握中间啊！伊若搁伫即边吼，你安怎说嘛，还搁是伫埃及的控制下面，过红海就真正还得到自由。所以吼，我相信迄个时阵吼，你用人的理智啦，无人去想即个方法啦。你安怎去想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但是伫无可能中间，上帝做可能的代志，所以这叫做新约。新约常常是你想袂到，你做袂到，但是上帝会。所以咱在祈祷，毋是要用祈祷来命令上帝爱，叫上帝爱安怎做。所以咱要求上帝。常常去祈祷中间，拢求上帝甲咱背书啊！家己拢制定的是你迄个行程制定的计划拢好啊！上帝安尼好，好无？才甲上帝讨。啊，若讲好啊，无照你的意思，咱讲感觉上帝无听你的祈祷。其实祈祷吼，是要互咱搁较明白啥物是上帝的意思。互咱明白上帝的意思，互咱通顺服上帝的意思来做。搁来，美就是讲，真正无惊信者，有当时上帝感动别人来帮助咱。当咱咧伤心的时，有当时是上帝透过一个人吼，甲咱讲一句话呢，咱就得到安慰啊。当咱咧灰心失志的时，上帝有时嘛透过别人的一句话。互咱得到鼓励，是伫咱欠缺的时阵，感谢上帝嘛，透过某人的帮助，就会当解决咱目前所拄着的问题甲困难。我真爱当时的苏俄有一个文学家吼，叫做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足侪迄个小说啦，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安尼。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迄个主题叫做“朋友对不起”，迄是咧描述讲有一个校长，伫咧冬天的寒冷的冬天透早要去上班的时候，经过一个巷仔口，看见一个乞食，居伫咧迄巷仔口，伫遐咧共求乞啊，拜托讲这过路人爱当可怜伊，爱当淡薄帮助。这个校长。有影出着足个疼心怜悯的心看遮尔寒，搁伫即个所在咧求乞，真可怜所以就想讲行活去要甲伊帮衬伊就吟咧落地吟了，才发现讲惨今仔煞袂记你砸钱安尼皮包袂记你砸出来迄个乞食鸟鸟甲看咧，一直甲看。哇！才吟遮久，到底是要吟偌济互我呢？足大的期待咧毋过即个校长感觉足歹势佫惊活去这就是迄个动作，就是要甲帮衬结果互伊失败。所以即个校长伫遐呢，就安尼，因为寒天嘛，着挂手套嘛，就将伊的手套
烫起来，用伊温暖的手去压掉这个乞食的手，然后甲你讲一句，讲朋友对不起啦，讲朋友足失礼啦。我以为讲我会当今仔会当帮衬你吼，毋过我都袂记你诈钱吼，所以无法通通帮衬你啊。啊，无要紧，你若搁明仔载搁伫遮，我加倍来帮衬你。讲这话的时阵吼，迄个乞食目屎怎啊流落来？啊，迄个校长讲：是咧是咧，是毋是我讲了毋对话安尼？啊，刺插着你的心，互你安尼遮尔艰苦？伊讲毋是。伊讲：我做乞食吼，我做乞食做遮尔久，将来无人将我当作是朋友啊，干那你。搁来吼，我无欠你啥物呢？你搁甲我讲对不起，搁我搁较感动的就是讲，你肯用你温暖的手来压掉我的手，互我感受到这个社会有温暖。所以两位兄弟姊妹，你甲看，虽然无做啥物的，但是伊的一个动作的一句话吼，就互这个乞食受到足大的激励，足大的感动的。搁来诗吼，上帝照着圣神的工作来帮助咱。当咱咧寻求上帝帮助的时，有时咱是讲，啊，上帝也无惊神者啦。啊，嘛无照着别人来帮助咱啦，但是毋通因为讲安尼，就上帝拢无甲你相甲地条。有当时是上帝照着圣神的气力来改变你的心境，啊，互你家己本身家己有气力去克服你所拄着这困难甲问题。第三，上帝要法帮助的是咱，所以上帝帮助为特定的对象的，毋是所有的人啊。为什么上帝无去帮助非利士人，却去帮助以色列人？第撒母耳记上卷7章安尼记载讲，以色列人得到上帝帮助的原因：第一，因愿意悔改认罪；第二，因愿意迫切祈祷；第三，因愿意尽家己的本分来对杀这个敌人，所以才得到上帝帮助，才得到胜利。我伫大头条咧牧会时，啊，记得有一个兄弟吼，啊，伊个公司50周年，啊，就叫我去来主持这个5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用一个题目叫做“以便以谢的上帝”啦，我就用这个做题目，啊，就讲较多咧讲这个故事啦，这个过程啦。好了就足感动，伊就一伊个公司的头前吼。入口的所在，伊嘛去找一粒足大粒的石头，啊嘛甲刻个以便以谢安尼啊，啊人啊入来足明显咯，伫对面啊足明显一个大粒石头。啊伊若来公司的人来找伊个，拢讲迄个生理界啊，来就甲讲啊等下啊，啊你放即粒石头，啊写这个字，我若毋知啥物意思啊。人有嘛讲写阿弥陀佛啦是啥吼？啊，你写以什么以便以谢吼？我都看拢无。啊，我就甲伊讲人啊，这人的质问啊，我就甲写一个小字条，讲人啊，你问你就遮你甲讲。即我甲拄咧讲这个故事嘛，简单解说者。伊讲牧师做效果呢，我用安尼传福音，你敢知？啊，人看无啊，我就甲解说。我用安尼甲做一个福音的桥梁安尼吼，所以吼伊足欢喜的吼。所以我嘛在期待讲吼，即个伫加利利啦，伫加利利我嘛要甲放一个足大粒的石头，啊要甲放一个放做教堂的头前，足明显的所在，啊嘛要甲刻个以便以谢。我暂时要去找粒石头，啊还未找着。正讲要去花莲找大理石安尼吼，甲采这个所在，啊要伫遐人宣告讲，过去上帝怎样透过陈坤生牧师因夫妇，来创办这个加利利，
这嘛是上帝的帮赞啊！啊，伊阶段性的任务做一段落，啊，今仔换我来接这个总院长吼，我嘛真期待上帝嘛继续帮赞我。将来我下任啊，这个总院长，什么人来接？只要咱我课上，我相信嘉义里绝对是永续经营的所在，得到上帝世世代代的帮赞的一个所在。所以，迄个石头的意义就是伫即个所在。所以，认为咱伫教会侍奉的顶面，从事这福音的事工，检测咱拢会拄着困难，拄着足侪欠配能力不足时，咱也肯掠条上帝位，永远哦，咱会不断去经历着上帝的陪伴、上帝的帮赞、甲上帝的恩典。啊，这是我伫咧牧会中间常常去经历的，特别。是我虽然安尼去嘉义里干咱年半久吼，不过我真正即个机构真正毋是一个生产的机构吼，拢是咧靠信心，总是我拢常常都去经历着上帝一款的帮助。我牧会吼38年，今年正38年安尼，我有去4间的教会。第一间教会有南方教会，第二间的教会就方便教会，第三间大地店教会，第四间就东门教会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我去这4间教会的过程，我拢不断去经历着上帝的陪伴，上帝的帮助，甲上帝同在一个恩典。这个南方教会就是伫雾社迄个玻璃甲雾社中央遐。有一个南方村，我做团队去去吼，即个教会讲就叫我加建堂啊！我我知影一个团队要来去起礼拜堂，好佳哉伫庄家，毋是起足济吼，就300万。毋过300万对来讲，迄是我会当奉献才5、6个尔，你敢知？就10桶的，到囡仔10几个礼拜啦，即间教会就是安尼。竟然要起礼拜，我好来起啊！我甲你讲一个见证在去的中间有一个玻璃在卖肉丸的一个兄弟，伊有一日捧一包钱来，甲我讲，团队这包钱做恁建堂的奉献我讲你奉献偌济？伊讲我毋知呢。我讲要奉献的人毋知伊奉献偌济，恁敢捌拄着这？伊才甲我做见证讲伊伫玻璃咧卖肉丸，就逐工趁的1/10伊就甲囥一个钱筒的所在，另外囥就对啦。囥到呢1个月到伊就将这包的钱就咧默默去看倒有需要，就去奉献。伊看讲咱遮倒要建堂有需要，所以1个月无来迄个南方教会遮奉献。我讲恁嘛会当算算的算算的才来奉献。但是伊我讲一句话，我足感动。伊讲团队我若知影要奉献偌济我就毋甘啦。嘿，有影咧，1个月。我趁100万，都爱奉献10万，毋甘咧伊讲这1/10，我都要上帝我也管伊偌济这就是要上帝趁这，我若奉献这，就是表示上帝祝福佫较大嘛。我才会当奉献较济嘛，所以我态度去算我著算算，我态度为着这一个毋甘嘛，这都要上帝我听了真感动好，过来第2间就是方便教会，寿山中的这个方便教会。我进来是要建堂，我建堂我讲这遮细间，敢若一间厝安尼在做教会我安尼登记登记找一个土地啦。我怎甲上帝讲，好啦，咱甲上帝选过，咱要150坪的土地。为着这祈祷，我去就开始祈祷咧。祈祷咧，我看一块土地就袂歹，
啊，阮一个长老较有信心咧，伊甲我讲，牧师莫订个150批啦。我讲无，咱这50几个人，这礼拜是要订偌大？吼，伊讲哦，咱哦150批，下后壁佫加2支好毋好？加啥你敢知？讲150批以上咧，吼，看上帝祝福要互偌大拢无要紧安尼，莫甲上帝限制安尼吼。结果真啊，上帝想要赏赐阮一块土地153批外啊，这是互比较的，就是153批外安尼吼。啊，知影买着吼，好，这样是讲牧师你若讲你若讲300批吼，300批以上，佫加一选，那佫较大，咱的信息就安尼吼。啊，伊也都无钱啊，阮甲咱100万呢，100万吼，我就讲一定爱甲买，吼，人伊真啊要买完啊，迄会友要甲买，都伊讲无爱，会友10万一批10万买，伊讲无爱，讲要卖到8万，你看这有稳定无？我一定爱买，毋过就100万，所以我早去甲阮一个长老借钱，你敢知？讲无长老啊，伊讲签约我400万，半个月400万呢，吼，佫半个月佫吼，1200几万吼，8万嘛吼。1200几万吼，拢爱付互伊啊，一角都袂使减呢。所以吼，伊讲我都卖你遮俗啊，你佫加减，所以连后壁佫几箍我嘛爱互伊呢，吼，伊就照片数咧算啊。哦，伊讲安尼哦，欠偌济？我欠300万啊，你借教会300万好毋好？伊个再开一个支票，讲无说无你摕去斗烧天啊，通去共人签约。我想讲甲长老借吼，就甲问讲，无长老这吼利息安怎算啊？也是讲吼借偌久吼，你吼会当阮教会通还你安尼啦，一个期限嘛吼。这个长老也讲一句话，伊佫毋是讲奉献咧，伊甲我讲，牧师啊，这条钱吼，莫互阮太太知就好啊。我讲俺太太做热心咧，伊太太是迄个妇女团契的会长咧。做热心，什么聚会伊就参加，什么做聚会伊就报名去安尼吼。结果我讲是安怎？伊讲我坦白甲你讲啊，阮太太对时间的方面足甘，但是对金钱足毋甘。我咧，我做虽然做长老，但是我咧开公司哦。较无法度亲像遐侪时间吼，去参加事奉，还是感觉做聚会。但是上帝稳定我，公司有趁钱，所以吼，这300万就摕去斗烧天就无拢莫报。我袂使，我嘛都爱记了啊，我嘛爱记一个，讲无你甲写邮寄，计讲者邮寄奉献300万，阮一个姊妹就牧师啊。咱教会敢毋一个叫幼稚的？迄个幼稚太晓钱啊！逐礼拜拢看幼稚在奉献，伊就咱啊无爱出名，拢甲写幼稚奉献啦吼。真啊到拢无人知，到因咧庆祝50周年，旧年叫我转，叫我讲几句话，我才甲伊揭露这个消息，就是说对一个某迄个长老奉献。好，过来就是大地教会。大地教会吼，这间教会土地拢无算，敢若起一栋吼，就2亿啦。内面的装潢设备佫6000万。你若看有壮观无？迄顶悬迄茶，迄拢是对美国进口嘅，足大起哦，足重的茶，进口嘅，连迄个。AIT 的这个官员哦，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官员哦，因怎规定来大场店？我讲你是要创啊？因为我美国甲通知，讲阮有一批茶进入台湾，到底这茶是在创啥安尼吼？好，伊来看看，讲就是在做这牛，因看讲好，讲牧师安尼赞，讲这起礼拜堂安尼好。所以，你甲咱起这个吼，阮甲起诶费用，当时诶
20几年、20年前啊，这等2亿呢，啊，拢总起9楼，啊，乌地下成2楼，费用就是安尼吼。好，我看即个教会毋知argu偌久，我要起5楼，我教会甲争取甲起7楼。到尾啊，我讲即度会当还起甲9楼是安那无爱起好9啦。结果因无法度，伊讲无钱，咱就先甲起到7楼。我迄拢未起一个啦，哦，我无迄两楼我来负责。到尾啊，真啊怪甲9楼。然后我讲好，牧师虽然无钱，所以我就去甲美国一个甲伊讨，伊就是讲牧师我奉献1楼，看迄楼，这1楼到1000几万。哦，迄我来奉献，啊，就有啊，啊，搁一个奉献500几万，所以讨迄9楼就甲起起来，一直是塔起哩尔嘛。我迄地下室会当互你起甲，会当乌甲5楼是安无？我要造价足悬，我你真啊足无彩啊！你本来拢无要学，我学迄个伫台北啊，真啊停车是足困难的啦，哈！迄一个停车位就几万箍，你敢知？哈！甲停一个车位，我遐时就停差6000万，6000箍咧一位呢。你讲我若甲学5楼，我拢4楼拢做啦，甲咱楼1楼通好用就好。安尼咱逐个月收入就不得了呢，好啊！安尼我到尾才坚持甲至少嘛2楼，真正学2楼，你甲看落无彩。哦，啊，我知影，伊入要起的中间。阮即个半暝甲拆掉的一个礼拜堂吼，后来阮阵啊甲伊迄个文化局随时间定做古迹，啊，我就知影讲，迄古迹吼，容积可以移转嘛。所以你知影无？起即间教会若是上帝真正世间吼，对一间教会亲像大场遮尔稳定的啦。起即间礼拜堂吼，拢总2亿6千万，包括装潢。结果起了，我去申请这个容积移转，我第一批敢若阮原地迄个礼拜堂定做古迹呢，迄阮会当卖900几平的这个容积呢。迄个容积的移转，毋是讲我土地卖，毋是用厝卖，是我会管理我这个所在会当起偌大的老板面积哦，你会当卖互别人呢，吼。我卖互市民电机头一批卖2亿6千万。拄即间礼拜堂所有的费用拢无欠，就那安尼好，就那2亿6千万。后来我不至少阮搁空地啊，敢纳入迄个古迹的保存区啊。我讲你敢保存，我就拢袂叮当起来。所以控制权嘛是你文化局啊，所以你这爱搁还容积搁还移转。伊讲啊，都无这个例，我无例你爱破例啊。他们真的魄力，搁遐搁比迄个礼拜堂搁较大，所以搁还容积，搁还移转，搁还卖，我卖偌济你敢知？3亿7千几万，到台湾6亿外呢。所以6亿外等于即个礼拜堂啊，拢免钱，到尾啊大殿顶搁剩4亿2千万。我讲头一个稳定的，遐尼细个礼拜堂拢免钱呢，搁互你剩4亿2千几万，所以过去来讲，牧师啊，我咧烦恼啊，咧烦恼啥？这钱嘛要哪开啊？后人咧烦恼这啊。啊有影，向时政府伊甲咱讲，看着政府的规定讲，你的收入，你知头紧吼，你的收入爱开80%，哦，爱开80%，你敢知？哦，这样是较少，出较少。爱开70%，讲咱哪有要开按落去啊？我你袂晓甲亲像网叫像陈水扁总统共款，就甲设一个基金嘛，基金会来管理就好啊。哦，需要咱就只一直挪动就好啊。所以因才安尼啦。所以这真正足奇妙，上帝咧运电，这无迄个时间通去讲遮，这足个故事通去讲。好。搁煞咧，就伫东门教会伊丽莎白这个教堂。我记哦，我看头前阮迄个对面迄是幼稚园迄个，啊，较早迄个一个
较早主要教室，迄嘛，迄个巴克的牧师吼，因买迄个土地时啊，遐起礼拜堂遐即边也起一个主要教室，咧主要咧上课的所在。去吼，荒废伫遐啦。我讲真正设立迄个东门教会是巴克的太太，叫做伊丽莎白。迄个巴克咧，就咧做院长嘛，是让伊做院长，因太太就拢招呼遮个员工啦，也是遮个佣人吼，咧聚会咧查经，东门教会安尼形成的，好，所以阮就知影讲，哇，这伊丽莎白进的教堂，我一定要去，这是纪念，所以后来真啊去啊，教会甲我讲，牧师无钱呢。讲哈偌济，咱存187万通去动用。我讲哈，东门教会遮散吼，我无要紧，你着决讲要去就好啊，钱我来负责。有影一礼拜了后，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我70岁啊了，我好，70岁一大生日啊，无你种70岁吼，你送互上帝一个礼物好毋好？我啥物礼物？伊讲吼，我讲要去迄个小礼拜堂，你来负担好毋好？我讲偌济？我无偌济，500万尔。我哈，会当含人分担，我讲袂使。你若无爱，我去找别人。到尾吼，伊讲无你牧师，你一个时间我去看阮先生参详者。我好啊，一个月互你去参详。你若无爱，我就找别人哦。结果。2工尔，伊就来甲讲，牧师，阮先生讲好，毋干那好哦，500万拢出，你讲材料用较好诶，若超过，伊照安尼付，我就足放心啊。去迄个这个教堂我就甲迄材料拢甲用上好，本来要用迄铁片嵌厝顶，后来我改做日本琉璃瓦，这窗门普通，我就甲开做气密窗，安全玻璃安尼开到有影超过500万。700几万，结果伊讲李总府，有当时你要奉献，你嘛要抢时间呢。我讲你若无爱，我就叫别人真啊，伊就讲好，这是过来阮最近一个家里里做者工程，我拢咧进行，我拢无甲烦恼钱。我暂时一个迄个家里里户已经要完工啊。搁一个，迄个方舟教堂啊，开一个恩典之门。我头迄门就安尼写啊，标你嘛安怎入啊？开诶，你知影啥物人第一个教会去做礼拜是啥？喜乐岛教会。因足福气诶。我迄阵啊，开一个门，入来拢会通得到恩典。你上福气对毋对？哎呀，做野外礼拜，都拍破啊，我讲到啊。我讲这个费用你来负担好毋好？因若拍破啊，有偌济？30万。因迄天的野外礼拜，奉献偌济？你敢知？19万外。一个姊妹佫摕一个划拨账号，牧师无够，我佫补够，所以30万拢伊袂出。佫阮佫一个地标，我顶几日去台南大同教会去募款，我讲这个你若负责好啦。讲牧师迄头偌济？我30万就有啊，20万就有啊。结果因奉献偌济？你敢知？40万。我讲要5毛是给1块。我讲到这个教会安尼哎呦，感觉讲迄地标真水啊，伊迄个所在就安尼。所以今仔日大地领教会要开会，我上悬的所在我要起一个，我要设一个基督园区，叫做克西马尼祈祷园区，要甲规划足水。那就是克西马尼，拢要用迄水涵管屋去做祈祷洞。我已经差不多规划好，我算差不多500万，我就甲大地弟讲，恁遐有钱规气这恁来负责啦。因讲因爱开烧的，讲今仔日你要开烧的，替阮祈祷5万500万因出啦。我想
因有才调啦。啊，我咧想讲，来有请教会嘛，一个目标互你。所以，阮一个吼，迄个伫遐整理园区的牧师啊，你甲去油厂教啊，赶无一台车转来啦。吼，我讲咱即台车车拢过咯，都袂用一啦。我一台就小贩可以查车，啊，无迄台佫袂使，要做工课都袂使。所以就去看一台好铁牛仔车，我迄铁牛仔车佫诚用的，爬悬爬低无要紧吼。啊，佫牙刀啊吼，哦无咧，物件要落吼，咱爬几步吼，摸几步，啊，都会当牙刀。我无你电看卖啊咧，看偌济啊？去讲，伊讲迄30万啦吼，27人挂，啊，个办法差30万啦。我好啦，我转来甲我来油厂教会讲啦。所以咱遐弟姊妹吼，无要紧啦，咱凭信心奉献啦。啊，无够，我过来去补啦。啊，若无够，教会出啦。我相信咱会达到这个目标，啊，做一个礼物送互上帝。好，啊，时间超过后，咱伫这个所在，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多谢你，看见家里你的需要，嘛看见逐个人愿意来到伫家里里，使用这个上帝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的所在。愿主互阮会当。特别伫疫情中间，不断去经历着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陪伴，以及上帝你的同在。祝福这间教会有缘同款，经历着上帝你的三个应允。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咱要来吟回应诗217首，217首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安怎我的罪所受小量微微的贵，指望你顾我你，我心恩望上帝。请坐，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来奉献。咱有听到罗牧师，甲咱分享多多，靠着信心，我靠上帝，上帝陪伴。上帝来拣三个比例，一切无可能，诚做可能。希望咱也会当有份伫家己的宣教中心，做这会起做，照着咱的信心来奉献。为了家己祈祷，希望互咱会当看见上帝荣耀彰显，咱才接续来受奉献。而且咱有这个奉献录吼，家己的宣教中心。咱另外一个红包录迄是拜年吼，咱新春的清谢礼拜，要带你们来感谢上帝。这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
祷。天父，愿感谢你，祝福每一个人有机会甲能力献上愿担保的金银予你，要成做教会圣工的使用。愿知影，无论偌济，主拢欢喜感纳。你是万富有的主，你所看重的是阮愿意的心，阮愿欢喜献出的，为成做芳芳的祭。但阮当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共款徛咧，互咱来唱祝福车恳。陈牧师，罗牧师，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无论去到倒落，愿上帝拢甲恁三甲伫地，也无论去到倒落，拢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保守，甲恁众人三甲同在，对这点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啊。